我諗大家都知道最近溫哥華嘅樓市比較緩慢，而市場上放盤嘅數量亦都係10年嚟嘅新高。不過如果你係買家嘅話，就代表你哋會有更加多嘅選擇同埋較大嘅議價空間。選擇多有時可能又好難揀。最近分別有幾個客都問我，如果 accepted offer 之後可唔可以唔買嘅呢？又或者有啲乜嘢後果同埋法律責任？大家記得小心處理呢個問題，最好先同你個經紀傾清楚。因為如果用錯方法，隨時要賠錢。如果大家都有興趣想知道嘅話，就記得睇埋落去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溫哥華地產經紀 Vincent。其實答案就係要睇下你嘅 offer 有冇 subject， 即係有冇條件。第一種情況，如果你落嘅 offer 係有條件嘅 offer， 例如 subject to finance、subject to inspection， 咁你就安全好多啦。呢一種叫做 conditional offer。份合約其實仲未正式生效嘅，你可以選擇唔 remove subject， 咁成份合約就會自動作廢，唔使買，亦都唔使賠。而第二個情況咧就係冇條件嘅 offer， 即係 subject free offer。呢種情況一旦賣家接受咗嘅話咧，你就等於簽咗一份正式嘅買賣合約。如果你到時先話唔買，就屬於違約，可能要賠償賣家嘅損失。不過自從2023年1月開始，所有嘅住宅買賣合約，無論有冇 subject，買家都有3個工作日嘅冷靜期，即係 rescission period， 由賣家接受你 offer 嘅第2日開始計算嘅。喺呢3日裏邊，你就算後悔都可以冇條件取消交易，唔使交代理由。不過要留意翻，冷靜期取消係要俾錢嘅，要支付成交價嘅 0.25% 嘅 rescission fee 俾翻賣家。舉個例子，你層樓80萬，冷靜期內反悔就需要俾2000蚊。所以總結一次俾大家，有條件嘅 offer 唔 remove subject 就自動作廢，唔使俾錢。冇條件嘅 offer 冷靜期3日內可以後悔，但係要俾 0.25%。而冷靜期過咗唔買就係違約，可能要賠錢同埋冇咗 deposit。最後提一句，唔建議亂咁落 offer 再話唔買，因為除咗有機會賠錢，仲可能會影響到你之後出 offer 嘅機會。買樓係人生大事，落手之前一定要諗清楚。